第51章通用規則第5部分設備的選擇與安裝。總結：本影片介紹了 BS7671-2018 第5部分第51章節的內容，涉及選擇和安裝電器設備的共同規則。摘要：影片主要闡述了 BS7671-2018 標準中關於電器設備選擇和安裝的共同規則。這些規則包含在第5部分的第51至56章節中。第51章節提供了一些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對於確保所有電器設備的安全安裝和正常運作至關重要。這些規則要求設備的選擇和安裝必須符合相關的保護措施，以確保人員和財產的安全。此外，設備的選擇和安裝必須遵循相關的標準和製造商的指示，並且要有適當的維護空間和識別標示。這些規則確保了電器設備能夠在其預定使用範圍內安全、可靠且功能性地運行。觀點：共同規則的重要性。第51章節的規則是確保電器設備安全選擇和安裝的基礎，對於遵守 BS7671-2018 標準至關重要。符合標準和製造商指示，所有電器設備都必須符合相關的英國標準或歐盟標準，並且按照製造商的指示安裝。設備的適用性和維護空間，選擇的設備必須適合其運營條件，並且要有足夠的空間以便進行初始連接和後續的維護、調整和檢查。設備識別、電器設備、迴路、保護裝置、開關和接線處都必須有清晰的標識。安全和可靠性，通過遵循這些共同規則，可以設計和安裝出具有高安全性、可靠性和功能性的電器安裝。第5部分設備的選擇與安裝。本部分的 BS7671 概述了選擇和安裝電器設備的要求，以確保安全和正常運行。本部分分為51至56個章節。5.1 第51章通用規則。第51章提供了適用於第5部分其他所有章節的通用規則。這些規則是確保所有設備的選擇和安裝符合規定，並保障人員和財產安全的基礎。5.1.1 解釋通用規則在第5部分其他章節中的應用。第51章包含與第5部分其他章節相關的信息。第52章配線系統。第53章保護、隔離、開關。第54章接地裝置。第55章其他設備。第56章安全服務。第51章涉及設備的選擇與安裝。它提供了遵守安全保護措施的通用規則，這些措施確保設備在預期用途中具有適當的功能。每項設備的選擇與安裝必須符合本章及 BS7671 其他部分的相關規定。5.1.2 討論符合法規和製造商說明、設備選擇與適用性、維護的可接近性及設備識別。第51章的通用規則涵蓋以下幾個關鍵方面：符合法規和製造商說明。每項設備必須符合適用的英國或協調標準中與設備預期用途相關的要求。設備必須按照製造商的說明進行安裝。應考慮製造商的指導意見。設備選擇與適用性。每項設備的選擇與安裝應允許其符合本章及 BS7671 其他部分的相關法規。設備必須適合其運行條件。如果設備不屬於任何標準範圍或超出標準適用範圍，設計人員必須確認該設備能提供至少相同程度的安全性。如果設備具有熱循環，外殼應允許該循環。維護的可接近性。設備應佈置得當，以確保初始連接、後續維護、調整和檢查時有足夠的空間。這包括確保連接可檢查、測試和維護。設備識別應提供適當的手段來標識電路、其保護裝置、開關和端子。導體必須根據特定規定進行標識。
通過遵守這些通用規則，電器安裝可設計並安裝成具有高水平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功能性。